講起好可惜就係香港可以睇到呢啲咁即係另類，亦都好出色、有社會性嘅製作嘅地方咧，其實真係好少嘅，可能真係喺大學入邊先可以搞到一啲紀錄片嘅電影節啊咁樣。我自己覺得個電影係一個好難得嘅另類嘅一個紀錄片。啲紀錄片呢個形式香港唔係發展咗好多，我哋即係以前有人做過，都唔係受到好大嘅注意。即係我哋平時睇電影好多種係嘛，我哋睇荷里活嘅電影，有劇情嘅電影。咁紀錄片其實係一個幾好嘅幾特別嘅媒介，其實係可以幫助我哋去理解個社會，同埋可以喺藝術同關懷之間搞到平衡咁樣嚇。我都一路咁去睇翻電影，即係作為紀錄片嘅呢種媒介同文字呢種媒介咧，又有乜嘢比較嘅地方咧？咁我覺得其實紀錄片係一個更加有力量嗰個媒介去講故仔嘅。即係有時我就唔睇啲字幕，因為啲字幕比較簡單，咁我就寧願聽佢哋講嘢咧，我覺得就仲精彩。我哋真係唔想你痛苦咯。大嗰隻仔，第四有紀錄片有一個好處就係即係幫助我哋認識個社區嘅各種嘅生活啦。但係呢個係一啲關於即係一啲唔同嘅社區、唔同嘅人佢哋遇到嘅問題，咁即係製片方面或者導演方面或者參與嘅工作人員有心去做一啲用電影嘅藝術去關心翻我哋嘅社會，呢個係好值得肯定嘅一樣嘢咯。係因為我覺得既然即係我諗拍紀錄片嘅時候，就係想拍翻今時今日即係香港嘅一啲生活，一啲睇法、啲面貌